在全国人口老化比率上介悬的嘉义县，因为疫情关系，社区的实体服务据点拢先暂停。不过，据点的工作人员已经拢做过医疗啊，即马也会当互时代安心回来上课啊。对老师的动作跳舞，嘉义县六家乡的时代总算会当搁出来上课，大家心情拢袂歹。因为拢抓开内底会变智障呢。出来上课感觉安那哈？就会哇，足欢喜的。安怎讲？因为足久无看到这些同学。嘉义县全县有29大实地据点，28全面开放。管理单位表示，为着要让时代会当安心回来上课，防疫措施拢爱规划好势。我们其实目前都是采预约制，就是说我们也把人数控制在一定的人数，然后在活动的部分，我们都会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，然后全程戴口罩。照顾者也都有打疫苗了，那老人家他也必须要完成疫苗才能够来上课，所以我们在师资据点的部分，我们有提早做准备，目前也都已经完整来做开课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目前县内50岁以上的实地人口有8000多人。全县29大实地社区据点照顾400多位时代，即马阁开放上课。若时代欢喜，家庭照顾的压力嘛会当减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